你没事吧？爷爷，你刚才跟他说了什么？你有什么事情冲着我来，不许找他。这还没怎么着呢，可把整个向外拐了。你跟他去领证，我就不找他了。领证？爷爷，你是认真的吗？当然是认真的。婚姻大事，岂能儿戏？你都不了解他，你就让我嫁，这还不是儿戏啊？不然呢？难道让媒体把这件事报道的满天飞，说我沈家大小姐不检点，让人家戳你和你爸妈的脊梁骨？你少废话，马上跟他去领证，否则我让他尝尝我沈家的手段。去！救命！你可别后悔。臭小子，胆子不小，算计到我头上了。恭喜两位新婚快乐！你放心，结婚只是暂时的，等过了这段风波，就给你自由。给我自由？不过结婚期间，你不许再去酒吧工作了。我这张卡里有点钱，你可以去做点小生意。桑太太，你这是打算混口小白脸吗？也不是不行啊。好，那我就等着桑太太养我。喂，爷爷，你昨晚说的那个男人根本不是我给你找的头牌。什么？你不是酒吧的头牌，那你是谁啊？桑木野，你的合法丈夫。桑木野，你是桑月的魔鬼小叔叔。 Click the link below to watch more episodes.